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你哪行紧啦？你要倒啊？我要去图书馆找资料啦。我我嘛要去呢，无咱斗阵来。天南，玉萍，你来了拄好，准心要去图书馆找资料，你该去啊？我有代志要找明良呢。你找明良要创啥？啊，等阮你班的要办牛奶吗？我想要招伊来啦。明良伊无闲啦。你哪会知伊无用？对啊，你也毋是明良啊，你哪知伊无用啊？因为伊还未毕业，就考到律师甲检察官的资格，所以伊要转去甲天教爸啊报告这个好消息。还佫有阮阿母嘛要请伊食饭啊。安尼无公平哦！我嘛考有条呢，你阿母哪无请我？伊可能是想讲，阮兜是歹所在，所以歹势请你去啊。景宇，林良来啊！天南，你才是你创啥啦？老毕了你几岁啊？对哦，你班的要办旅程，你甲我斗阵来好无？我无时间啦，迄毕业安尼，我就是代志拢未做的啊。但毋是一年啊，定定安尼想要佚佗。林良，啊，你礼拜毋是要转去阿寮？阮阿母讲要办桌请你。你甲恁阿母讲哦，免遐麻烦啦。咱台北食啥拢足方便的啊。之后转去最主要目的是要看阿爸。伊这几年来哦，身体愈来愈歹。人若食老，身体本来就会较差，这你毋免烦恼啦。啊，莫讲迄啦，来，你要转去阿寮哦，我嘛要去。你嘛要去哦？我嘛要对。恁两个拢要去哦？是哦，啊，较早细汉的时阵，咱嘛拢斗阵去啊。安怎？即马大汉啊，要甲我放婚假哦？仁兄啊，你莫讲甲可怜啦，是啥物甲伊放阮食？恁若要去哦，阮拢足欢迎你，而且阮阿爸若看到恁哦，一定足欢喜的啦。天南，我要图书馆，你要去吗？好啊。天南，因两个好行就行哈。我要来知啦。准祥，阿哥，你来找阮爸甲阮妈哦，因去高雄呢。我知啦，啊，我就经过这，顺便入来看你啊。父亲嘞？到上后壁你无用啦。对阿哥，我今日哦要甲明良转去阿寮呢，庆南甲金兄嘛要斗阵转去。你要去阿寮？我本来是足无想要去啦，但迄个庄脚所在，哪有啥物通好佚佗啦？若毋是为了庆南，我才不爱去。阿哥知影吼，你真介意庆南。啊，讲实在话，这个庆南嘛真可处呢。假使讲你阿爸若是当娶伊做某，这嘛是一桩真好姻缘啊。也毋过，我感觉明良介绍嘛真介意。明良哦，那你是咧惊啥啦？只要你对庆南较好咧，阿公嘛甲你斗相共啊。你若有闲吼，招庆南出来食饭，我吼替恁制作机会嘛。啊，你看，像你这般的人才啦，啊，你倒一点都配伊袂过对无？而且讲实在话，若要论家世，是咱敬伊呢，是无通啊敬咱哦。阿哥，咱即摆是啥物时代啊？搁咧甲人讲啥物家世？毋管安怎啦，反正吼，我有信心，我嘛凭我实力，互庆南来家己爱着我。讲啊，恁这少年的哦。志兴啊！嘿，明良，妈，啊你也伫遮啊？嘿啊，我有代志找恁阿舅啦。安尼哦，俊兴啊，我甲庆南银兄哦，你外口等你遐久啊，恁哪遐熟啦？当我早就穿好啊，阿哥，无阮出来。妈，阮来去吼。小姐，恁来遮老早，我来甲你泡茶哈。哎，素琴嘛，你遮坐啦，我有话要甲你讲呢。我来啦，遮坐啦。坐啦，坐啦。谁啊？我今日来遮吼，最主要是要甲你道歉啦。啊，当迄一天，我因为心情无好，如果找无人通啊讲话，我毋知会对你做这怎样失礼的代志，你是毋通生气呢？小姐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我知影你一定是心情无好，或者是拄着啥物大代志，才会安尼。是讲，小姐，
假使你若是愿意甲我讲，无得较我会当甲你斗相共。免啦，其实我嘛无啥物代志。啊对啦，我来遮吼，另外一项代志，嘛是为着你哦。为着我，我知影你失去弟弟，对你的人生来讲是影响真大。不管啥物人，我嘛希望知影讲家己的过去敢毋是咧。啊，你一直讲你要家己欠钱，做要去病院做检查。哎呦，都等你欠有是要等到当时啦。我有探调到一间庙，听讲内底有一个师会晓通灵，伊若看到人会当知影三世因果呢。敢真是有这款代志？打像这种的，咱嘛只好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啊，其实咱去看看的，对咱也无吃亏啊，敢毋是咧？是讲敢会足远的，你就知影我唔敢出门。我有开车啦，我送你来去。哎呦，听讲这通讯师傅无伫，社足无拄好的安尼。无要紧啊，啊无咱紧来转，我厝内佫足侪工课还未做诶。啊，你是着急啥啦？等你喊你出来一摆着无？听讲这后山风景真水呢，我带你行行呀。这行啦，行啦，行啦。小姐，咱莫阁行啦。那是安怎？小姐，迄山路遮尔行，我看咱莫阁入去啊啦。万一若毋知影路通好出来要安怎？有恁的路上好啊。小姐，你讲袂恁的路上好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哪有啥意思啦？说起嘛，我实在吼足心善你的呢。我的翁婿细面思念你20几年，啊，若阮阿兄为着你是这尔啊痴迷，我实在是想袂晓呢。你到底有啥物所在你得人听？小姐，你到底是咧讲啥？我哪会听拢无？听有听无不清在啦。我问你，你较介意倒一个？小姐，我无啊。你无？甲我弟弟你讲，我无。你今仔日一定甲我讲。我唔知，我唔知。爱一个人，所有活动，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飘。今仔日一定甲我讲。我唔知，我唔知。等下，你咧雄雄讲讲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无啦，无啥代志啦。你规工吼无去病院，你到底是走去倒？我着去同路约我食咖啡啦。今仔日是安怎？那忽然间这尔关心我？啊，我若无记唔对吼，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，唔捌你甲我问过呢。那是真正关心，还是凊彩问问的啊？真正关心一个人，毋是用嘴讲。毋是用嘴讲的，啊，毋着要起心肝头呢。惊就惊吼，有人咯，毋知是毋是将家己某囝起心肝头无？讲这是啥物意思？啊，哪有啥意思？凊彩讲讲的啊。对，我甲你讲，我要认一个囡仔。你一个囡仔？嗯。嘿，啊，你是神经线打无按了，还是食饱伤用啊？较早我要认做先做客囝，你讲伊是客当的囝无适合，但咱两个中间这么论间，拢是因为咱无囝。假使讲，咱若有一个囝，情形就会改变啊嘛。是啊，敢讲明良就毋是咱囝，伊敢讲无叫你妈妈？伊叫我妈妈，啊，怪伊俗气的囝。俗气的囝又搁安怎？你对明良的拥有之恩，人明良袂甲你放袂记的啦。就敢咱五添狗共款，虽然明良毋是伊亲生的，也毋过明良嘛是共款叫伊阿爸。
因爸仔囝的感情，这世人永远都无法度改变啦。这道理是共款的啊。我袂遮遐复杂的观念。你家己讲，明良敢真正是我的囝是？是啊，咱即摆讨论这个代志，这敢真正遮重要？对你来讲无重要，不过我咧，恁敢真正想过我心肝我最需要啥物？你毋知我心内的痛苦，你嘛毋知我的感受，因为你这世人一直拢咧受伤气。我老啊，我嘛无少年。啊，小琪，你在想看伊可是什么模样咧？是细明，我甲你讲，伊甲我同款老啊，只有一片全了份啊啦。伊毋是相片内底青春的模样啊啦。相片？你偷看我的相片？你搁甲我讲一件代志，咱两个后尾破你怎？你将你旧情的相片藏在我房间里20年，敢是你应该对待我的心？我对你敢无好？我当一条不能相记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你！好啊啦，咱为了这个问题，已经玩了20几年啊。该讲我拢讲过啊，我承认，我无法度甲淑姬放袂记。不过我拜托你好，你莫甲一个生死不明的人伫遐咧计较。我已经别计较，这了我一保证。那是啥物保证？万一有一天淑姬也无死倒转来找你，你无论安怎，你袂甲伊做伙。安怎？你唔敢答应？哈哈哈哈！你当然嘛唔敢答应，因为你若甲伊做伙，你一定犯了重婚罪。而且你嘛知影，我一世人拢要帮你煞。哎呦，阿爸，你足铁气的呢！你扫骹呢，叫你莫食粉，你搁硬要食。哎呦，这老镜头你也毋是毋知，嘿，我若无食粉底扫，搁较厉害了。哪有迄款代志？讲甲你捌哦，喙手会拍角，后影金玲啊。啊，你若安尼定来念阮明良，啊，你毋家己出去踅踅行行的。你讲我吼，就是爱甲明良斗阵啊。哎，我金玲啊，你去叫迄落俊生甲庆兰倒转来，你甲讲要来咱庄仔来收金。哎，因为我有下愿吼，阮明良若考调迄律师吼，我要来带伊来拜拜收金献愿。好啊，哎，明良，行，你跟我来。哎，我有代志要甲明良讲，你家己去咯。啊，你是要讲什么细声话？我袂用听。哎，英玲啊，你去，好，听阮阿爸的话，安尼毋才有乖。我紧去啦。好啦，去都去嘛。我影明良啊，我感觉迄个俊生对庆兰真好。其实恁少年的代志哦，我无应该插。不过我是看恁两个斗阵大汉，恁才是天生的一对啊！我即摆看这个情形哦，感觉安尼足袂惯势。阿爸，我甲庆兰是自细汉斗阵到大，虽然我的感情真好，总袂阻止别人去爱伊啊。但是你讲啥话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两个人是毋是有相依爱，这上重要。唉，所以讲，恁即摆少年在想啥，我拢傻有啦。我反正咯，我都爱看恁两个结婚啦。我看迄个俊生哦，遮尔黏哦，你若无注意哦，可能是翘抢伊哦。好啊啦，阿爸，咱莫讲这啦。无讲这要讲啥？阿爸，我伫咧毕业啊，我是讲毕业了吼，我要搬出来家己住。你爱甲我住做伙哦，爸你甲看，你外口饲遐鸭哦，愈饲愈少，规气哦拢甲卖袂掉啦。要哪会用诶？你袂去搬出去住，我遐鸭嘛袂用咧卖。阿爸是安怎讲？安怎讲？少年人要出去打拼是真好，但是你若要搬出去住，另外一个少年老爸是伤心了。咱做人的囝，免去随随便便就讲要离开父母的身躯边。阿爸，
啊，你会安尼讲，你哪会搬来加大？迄我无共，我是你的养爸，迄说明才是你真正的老爸。也毋过我心目中一直认为我是你的囝啊。明良，爸，时间虽然我读册，也毋过我永远嘛无法度放袂记我甲你带你阿寮这段时间。虽然咱兜真善车，三顿无一顿烧，也毋过阿爸你疼我，你惜我，我即马想起来，才感觉讲我是世界上上界幸福的囝。对，你是上幸福的囝，阿爸是上幸福的老爸。所以阿爸，上幸福的阿爸是毋是爱甲上幸福的囝搭做伙？对，无咯。哎呦，我这个律师仔竟甲我讲话呢，三两句话就要甲我骗离开这个所在啊！阿爸，我无法度做律师啊啦。是安怎讲？啊，我连你都辩袂过啊！我以后要安怎伫法庭上甲人辩论？庆兰，这石头你阁真会晓做呢？我本来就是生伫咧庄卡啊，家己唔做，敢阁想要别人做？对啦，庆兰，我哪阵唔捌听你提起你阿爸的代志呢？我还未出世的时阵，伊就离家出走啊。我到今嘛，连伊生做啥款拢唔知。原来是安尼哦。是讲庆兰，以后你若继续偷吃，参像这款阿萨布的工课，你就当拢免做啊。奇怪，我也无甲你讲我要嫁去倒市啊。我感觉庄卡真好啊，空气好，生活阁自在。也不过，以后你若拄到一个你介意的人，啊，伊多好住伫都市，啊，你嫁了后，敢免对伊搬去都市住？真可惜，我到即马吼，还阁无一个介意的人住伫咧都市的，所以我唔免为着即种无聊的代志烦恼。庆兰，我知学校吼有真侪人在追求你啦，我甲明良嘛是其中之一。别人咱先莫讲啦，你对我甲明良有啥物看法？我哪有啥物看法？你讲你甲明良拢咧追求我，我哪会拢唔知？你莫垫青啊啦！我安尼讲吼，是爱你知影，我会甲明良做一场君子之争啦，而且我有信心，到尾仔我一定会赢。对啦，庆兰，我想讲趁即届来庄脚佚佗的机会吼，要邀请恁阿母来大白阮兜佚佗啦。阮阿母爱顾店，伊无时间啦。庆兰，啊，恁阿母开咧庄脚过了10年啊呢，啊，你互伊去台北佚佗，互伊欢喜者，这嘛是你应该做的啊。阮阿母若去台北，嘛无一定爱去恁兜啊。志香啊，哎呦，啊，你两个约会约到差远啊来哦。啊你咧，你家己毋是讲我甲明良咧约会，啊你若家己走出来，是毋是明良歹插你啊？这毋是咧，是明良因阿爸吼，叫恁做伙来去庙的烧金啦。这讲话不在上，地主无听教。较早我有下愿，讲我明良若考调律师，我就会带伊来拜拜献愿，搁再恳求话本，会当保庇阮明良事业顺遂，早日会当娶到一个贤惠的水某。